30幾年嘅第一次，我哋見到呢兩條線開始分開，唔再一齊行。呢個現象話俾我哋知嘅金融體系入邊有乜嘢開始出現問題。藍色嗰條線代表咗消費者對股市嘅信心，而家呢個水平係過去30年入邊最高之一，甚至高過2000年嗰陣。大家都知嗰時股市係極度亢奮嘅時期。白色嗰條線呢，就係密歇根大學呢做咗一個調查呢，反映咗大家對自己經濟前景嘅感受。而家呢個指數同當年金融海嘯最嚴重嗰陣差唔多，所以一方面大家對股市表現好有信心，但另一方面佢哋對自己經濟前景就未試過咁灰心。你睇下呢張圖，呢次係第一次見到呢兩個調查有咁大嘅分歧，呢個其實係一個問題嘅症狀，而呢個問題根源好深。正如我哋之後會見到，要解決呢個問題呢，其實要攞一次經濟重置。呢張圖呢，就係顯示美國實質個人收入增長，即係扣除通脹之後，大家實際賺到幾多錢。由60年代到2008年，實質個人收入每年大約都有2.8%嘅穩定增長。呢個長期趨勢令到大家對未來收入有個預期，所以可以根據呢啲預期去做財務決定。呢個概念叫做永久收入，係米爾頓·弗里德曼喺1957年提出嘅。你見到自從2008年之後，個人收入增長就追唔翻長期嘅增長軌跡。例如喺1999年嘅人做例子，根據過往嘅趨勢，佢哋本來可以對自己20年後嘅收入有一定預期。事實上，過去10年，大家喺金融危機前所抱有嘅財務期望一直都未能實現。而家更差嘅係呢個差距最近仲開始擴大。當我哋攞翻2010年至2020年個人收入增長趨勢，會發現自從疫情之後，個人收入又再一次落後咗呢個趨勢。同樣，2015年嘅人本來預期到2025年會有某個收入水平，但係而家發現現實同預期有落差。相反，美國股市就超出咗大家嘅預期。我哋可以透過比較自2010年以嚟實質個人收入嘅百分比變化，同埋經通脹調整後 SP500 指數嘅回報，佢嚟到呢個情況，實質個人收入只係上升咗大約50%，但 SP500 指數即使計埋通脹都飆升咗接近3倍。所以一方面，大家已經習慣咗對自己實質收入增長感到失望，但另一方面，股市回報就遠遠超出咗大部分人嘅預期。而家大多數人都明白呢個差距唔可能永遠持續落去，金融經濟同資產價格只可以同實體經濟脫節一段時間啫。而呢個時候，大重置呢個概念就出現啦。有啲人認為呢個重置可能會以資產價格劇烈重估嘅方式出現，亦都有人相信可能會比較靜悄悄嘅發生，好似收入增長慢慢追得上資產嘅。咁我哋一齊睇下呢個重置會點樣發生，同埋幾時會發生。要了解呢次大重置，我哋需要睇睇美國嘅平均個人儲蓄率。自1980年代以嚟，呢一比例一直呈下降趨勢，從約13%下降到如今嘅僅4%。而家睇下，當我哋加上企業利潤率嘅時候，會發生乜嘢？雖然美國人嘅平均儲蓄一直喺度下降，但企業利潤率卻一直喺度穩步攀升。呢個分歧好重要，一定要明白。企業利潤最終會分派俾股東，而唔同打工仔。股東唔會將佢哋收到咗大部分收入用嚟消費，相反，好多錢都會再投資翻去金融資產，例如股票、黃金、比特幣、私募股權或者地產。而我哋周圍都可以見到呢啲結果，樓價創新高，黃金都創咗歷史新高，比特幣都喺歷史高位交易，仲開始被當做新嘅金融資產嘅採用。而呢一切都係因為企業盈利創新高作為背景推動出嚟嘅。本質上呢個過程本身啲咩問題呢？呢個只係金融體系運作嘅自然延伸。真正嘅問題就係當呢個動態滲透到樓市嗰陣開始出現。喺過去60年大部分時間，美國一間屋嘅平均價錢大約係家庭年收入咗4倍左右。但係自從90年代末開始，呢個比例升到大約7倍，基本上令到買樓變得大約貴嘅2倍，負擔能力大大下降。要記住，住屋係消費者物價指數入邊最大嘅一個部分，所以呢個變化對大家嘅預算影響特別大。如果越嚟越多人工資都用坐低住屋上面，自然就冇乜錢可以儲，基本上都冇剩落嚟去投資嘅資產，例如股票、黃金、比特幣呢啲資產一直都幫到有能力嘅人累積財富。所以實際上呢個情況就代表好多家庭一生都困咗原地，冇得向上流，佢哋嘅開支一路升，但係靠擁有資產去累積財富嘅能力就追唔上。而我哋都可以見到呢啲情況點樣影響到大家對未來嘅感受。喺2000年，
大約有75%美國人覺得自己有機會改善生活水平。去到2010年呢個數字跌咗落50%，而家更加只剩翻25%。呢個喺短短25年內已經係一個好驚人嘅轉變，而呢啲全部都導致咗美國自1920年代以嚟財富不平等達到最高水平。呢張圖呢就顯示咗美國最頂層0.1%人口所擁有嘅財富比例。咁呢個就係好多人所講嘅所謂重置，即係希望財富不平等可以翻到60年代嗰個水平，好似圖中呢段時期嘅。當時20世紀初嘅財富不平等完全被扭轉，仲帶喺美國歷史上其中一段最繁榮嘅時期，中產階級興旺發展。如果我哋將標普500指數加喺呢張圖上面，其實可以見到1929年財富不平等嘅高峰，啱啱就同股市頂部重疊。嗰陣時資產價格上升，特別係股票同樓市都推高咗財富同不平等嘅水平。之後1929年至1940年期間發生嘅股災，就啱啱係財富不平等開始逆轉嘅開端。正如你見到條線開始向下嘅，但呢個轉變唔係無啦啦自己發生嘅，係需要一個催化劑，一個觸發點，迫使大家所講嘅大型經濟重置發生。要明白嗰個觸發點係咩？我哋可以將標普500指數換成美國企業最高邊際所得稅率嚟。喺1910年代，企業最高邊際稅率係0%，之後政策制定者喺未來幾十年內將佢推高到接近40%。而家雖然有好多理論去解釋到底咩導致嘅大蕭條同30年代嘅股災，但企業稅上升好大機會係其中一個主要觸發因素。呢個對經濟嚟講係好痛苦，佢壓縮咗企業利潤，拖低嘅資產價格，仲令失業率上升。但係呢個確實幫手扭轉咗之前幾十年一路上升嘅財富同貧富差距趨勢，而呢啲高企嘅企業稅率亦都同美國一段長時間嘅低財富同低貧富差距重疊嘅。不過去到80年代，我哋見到企業稅率開始下降，嗰陣時美國企業真係捱緊壓力，利潤率被壓縮，加上80年代初因為高通脹同經濟增長疲弱，經濟都好掙扎，政策制定者就透過減稅幫企業減壓，想令經濟再次起飛，而呢個方法都真係有效。去到80年代尾同90年代，經濟加速增長，經濟增長強勁，資產價格都大幅上升。1982年至1999年間，標普500指數每年回報接近20%。不過幕後其實呢啲政策都為未來幾十年財富同貧富差距逆轉持續上升鋪嘅路。而家企業稅率跌到至30年代以嚟最低，財富同貧富差距就升到至30年代以嚟最高。而家美國嘅財富不均有好多唔同因素影響住，其實佢係一個單一明確咁解釋話點解會減，但呢張圖表好大機會解釋咗部分原因。企業稅減低，令到利潤率可以保持得好堅挺，即使美國消費者一直受壓。我哋認為呢個大重置會喺呢條線終於逆轉開始向上嘅時候出現，到時好大機會會帶嚟好多痛苦，資產價格都會好似30年代咁劇烈下跌。咁呢啲嘅對今日美國股市有咩意思呢？其實股市係會預先反映未來事件嘅，所以有可能股市會喺企業稅真係開始上升之前就見頂。1929年呢就係咁發生嘅，當時股市高位出現咗企業稅開始喺1931年上調之前1-2年，但係而家我哋仍然持有望受惠於現時宏觀經濟環境嘅資產，呢啲包括股票、黃金，仲有加密貨幣。呢啲資產而家因為資金大量湧入金融市場，正經歷住極大嘅資金流入，但係遲早會有一刻呢個趨勢會反轉啦，到時情況可能會變得好唔好嘅，到時我哋嘅策略都會轉為更加防守性。